主后2025年3月28日，每日圣安宫读经，想袂到的时阵，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路加福音》12章59、59节。衫着穿好势，灯着点互倒，着亲像仆人伫听候主人对婚宴转来。主人转来，一个拍门，通随时甲伊开。主人转来的时，看到仆人醒醒，遐个仆人真有福气。我实在甲恁讲，主人为家己衫穿好势，请因坐倒来甲因侍候。主人若伫半暝，也是天要光的时转来，看到仆人醒醒，遐个仆人真有福气。即家的主人若知贼仔什么时阵会来，一定袂互贼仔侵入伊的厝。所以你嘛着准备便便，因为人子会伫恁想袂到的时阵来临。彼得讲：主啊，你即个譬喻是对阮讲，还是对众人讲？主讲：什么人是忠实搁聪明的管家？就是主人交代伊管理其他的仆人，照时分食物，互因迄个人。主人转来的时，看到有照安尼得做，迄个仆人实在有福气。我实在甲恁讲，主人会派即个仆人管理伊拢总的财产。迄个仆人若心内想讲，我的主人袂遐紧转来，就起手拍其他的仆人女婢，也食也啉，搁啉到酒醉。迄个仆人的主人会伫伊无按算的日，毋知的时转来，主人会严严甲伊处罚，甲伊甲无忠实的人囥做对。仆人知主人的意思，却无去准备，也是无照主人的意思去做，以为互主人拍真忝。不过，毋知主人的意思去做应该受处罚的代志，迄个仆人为互主人拍较轻，互伊较济，就对伊摕较济；交代伊较济，就对伊要求较济。我来是要将迄落地上，我偌年爱火已经倒起来。我应该受的洗礼，这洗礼还未受以前，我实在真艰苦。恁想讲，我来是要互地上和平是无？我甲恁讲，毋是，颠倒是分裂。对打以后，一家有5个人，因为分裂，3个对2个，2个对3个。因为分裂，老爸对后生，后生对老爸，老母对查某囝，查某囝对老母，大家对新妇，新妇对大家。耶稣搁甲众人讲：恁看到云对西边起来的时，随时讲得要落雨啦，果然就落雨。透南风的时，恁讲得要烧热啦，就真正烧热。假好的人，恁都会晓判断天甲地的景象，哪袂晓判断即个时代？恁是安怎毋家己判断什么是合理？你甲控告你的人去见官长的时，着伫路中设法甲伊和解。若无，伊会拖你去见判官，判官将你交互法警，法警就将你关落监。我甲你讲，最后的1500字无行清楚，你绝对袂当出监。伫几若年前，捌参与
台湾纪录精兵协会所举办空前绝后的影上映。影会希望学员会当伫3天的中间，甲导演和同伴做伙讨论故事，甲所指定的经文拍做一部大约5分钟的影片。为着迄遍寒假举办的影会，纪录精兵协会早就伫学期中甲影像制作相关课程教授予即将担任辅导的实习生，佮邀请要到影会分享的几位基督徒导演，先和遮个实习生熟悉，深化彼此的关系，希望会当伫影会中产生美好的化学反应。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导演提出，好的戏剧有3个要素，3个 S 分别是惊喜 （surprise）、吓惊 （shock） 和满足 （satisfy）。无论是喜剧、悲剧，还是恐怖片，起伏不定的剧情，搭配神来一笔的插曲，总是会当沉浸伫戏剧的观影人伫意想未到的时得到满足。拄亲像美国魔术作家布赫纳伫福音作为悲剧、喜剧和动画册中所讲，福音中的危险和黑暗，袂比吉林动画中的较少，总是超越所有一切，就是其中的喜乐，是连黑暗也无法度抵挡的。这就是福音，黑暗甲光明相拄交战，光明得到最后胜利。意外和惊喜总是互人意想袂到，却会当伫发生了后，互人得到满足。拄亲像耶稣伫譬喻中讲到的，主人总是伫仆人意想袂到的时阵，倒转来到厝里。耶稣提醒门徒，爱随时准备好势，腰带孝安，顶点地，就亲像仆人听候主人转来迄款。当主人转来拍门的时，随时为着伊开门。只有警醒准备、忠心听候的仆人，才当听见主人伫外面拍门的声，佮随时为主人开门。安尼忠心的仆人，才当受指派管理家务，甲粮食分配予其他人。只有诚侪忠心含有见识的管家，伫最后审判的日，才会当向上帝交效。伫生活中，有真侪咱意想袂到的代志会常常临到，譬如讲，无伫有期内的孝单、体检报告的红字，互人艰苦心的消息，亲像即类的意外，伫每工的生活中炸裂，咱就亲像抱着真侪条例规范的法利赛人，死守日常的规例，透过容易操作的 App， 咱比过去的人更较容易预测天地的气象，却袂分辨上帝的时。敢袂伫意想袂到的时阵，耶稣也对咱讲：假好的人，恁着会晓判断天甲地的景象，若袂晓判断即个时代。但愿咱无时无刻拢按照上帝的旨意行，毋是对世界的潮流起伏不定。祈愿上帝赐予咱较无的心，独独来找求伊。默想，
伫一天的开始，确保上帝的话语，追求上帝的心意。伫一天的开始，确保上帝的话语，追求上帝的心意。咱来祈祷，亲爱的主，我知影你搁再来的日子近啊，求你纪念我，互我常存还喙焦翕无义的心，时常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学习成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随时警醒听候主的再临。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